早晨，弟兄姊妹，早晨。請將大家身上嘅響鬧裝置關上。今日係感恩，今日係復活節嘅主日。眾人帶着謙卑嘅心，全心全意，在父神面前敬拜。崇拜開始，會眾一同站立。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將他所行的傳揚在萬邦中，提說他的名，以被尊崇。我們同心低頭禱告，感謝主，感謝你嘅愛，你創天造地，置人在其中，榮耀主嘅名。可惜世人犯罪自惡，將自己陷喺罪裏邊。感謝主嘅愛，你賜下耶穌基督，基督獻上自己為贖罪祭，救贖世人，成為世人嘅代罪羔羊。人信靠耶穌基督，藉着基督，人能與神和好。感謝主耶穌基督，感謝你嘅愛，更留下聖靈保惠師，引導世人明白真理。應許是信實，願聖靈引領蒙召嘅我們，堅定不移執行主嘅大使命。願聖靈引導我哋結下果子，能夠進入主嘅永恆國度。此刻，我哋進入主嘅殿前敬拜你，榮耀你嘅名，亦紀念我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所立嘅約。願三一上帝賜福今日嘅崇拜，願聖靈高抹黃英倫先生嘅口，說出聖言真道。願聖靈抖動人心，讓我們領受主嘅糧。願三一上帝接納我哋嘅頌讚，講的聽的一同被造就。願榮耀歸於三一上帝，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祈求，阿門。會眾請坐。弟兄姊妹早晨，喺復活嘅早晨，我哋將榮耀頌讚歸俾呢位咧得勝死亡嘅上帝。耶穌係為咗我哋嘅罪咧釘身十架，使我哋罪得赦免。佢亦都得勝死亡，3日之後復活，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願意我哋將榮耀頌讚係歸俾佢，我哋歌唱佢嘅權能，讚頌佢嘅心恩，讚頌佢嘅愛。願意讚頌你的愛，靠着你越過障礙，在我生命作主宰，為我肩擔苦楚痛哀，捨身背十架負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無限眷
顧赦我罪由，引導我走，願意讚頌你嘅愛，願意讚頌你的愛，靠着你越過障礙。在我生命作主宰，為我肩擔苦楚痛哀，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無限眷顧赦我罪由，引導我走，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啊，讚頌救主心啊！我共你多麼遠都拉近，靈命自你更深。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啊，讚頌奇妙大恩，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到陰。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啊！我哋高舉，我哋歌頌我哋嘅主，我哋讚頌佢嘅愛。願意讚頌你的愛，靠着你越過障礙，在我生命作主宰，為我肩擔苦楚痛哀，捨身背十架付上所有，傾出一切無悔的拯救，無限眷顧赦我罪由，引導我走，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啊，讚頌救主心啊！我共你多麼遠都拉近，靈命自你更深。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啊，讚頌奇妙大恩，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到陰。讓我歡欣高舉我主權啊，唱頌救主心啊！我共你多麼遠都拉近，靈命自你更深。我要舉起手歌唱主權啊，讚頌奇妙大恩，從當天起得與主同行，能讓一生主愛到陰。清楚，主嘅愛咧無窮無盡，佢拋開咧佢自己尊貴嘅身份，擺上自己嘅生命，為咗我哋嘅罪釘身十架，成為咗神救贖計劃咧好最重要嗰一步。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你成就咗呢份救恩。榮耀嘅主，你當得敬拜，我哋向你歡呼敬拜。是你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是你，是你，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縱讓主進入榮耀，當得敬拜。
場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是你寧下降凡塵，拋開尊貴，甘心犧牲。十架難囚禁主大能，神得勝了，已成就救恩。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懂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同讚美耶穌得勝榮耀，齊高舉耶穌寶貴名字。頌揚主進入榮耀，懂得敬拜，歡呼歌唱全屬救主，耶穌你是王，耶穌你是王。你係嗰位咧永活嘅主，你唔單止咧2000幾年前成就咗救恩，你亦都賜下咧聖靈保惠師，你永永遠遠咧喺我哋心入面活着，每一日每一夜，你都引領我哋嘅前路，我哋緊緊去緊靠你，我哋領受你豐盛嘅愛。因為我知道我嘅救贖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當我在深谷迷失時，他領我走正義路，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當我在曠野孤獨時，他抱我走我的燈。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着，我心不再憂慮，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他的豐盛之愛。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着，我靈不再沉睡，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他榮耀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着，我心不再憂慮，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他的豐盛之愛。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着，我靈不再沉睡，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他榮光之面。當號
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他榮光之面。將榮耀頌讚歸俾復活嘅主。現在係奉獻嘅時間。奉獻係父兒女應有之義，是回應父神嘅慈愛、信實同恩典。如果你哋明白，好歡迎參與奉獻。父神當悅納你哋嘅心意。今日有2個奉獻袋，紅袋為常費，綠袋為求堂。在奉獻之前，大家一同禱告。親愛嘅阿爸父，我們將這些奉獻交在你嘅手裏邊。求你用在喺購堂日常嘅會務同福音嘅事工上，讓教會找到合適嘅地方。願在資源運用上，讓更多人聽到福音。求主親自使用，願主悅納我哋嘅心意，願榮耀頌讚歸於三一真神。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阿門。我哋同唱奉獻詩愛，叫我勇敢踏前。前往需要勇氣，等待時需盼望，遊行也身同行，是你給我力量，前路縱如曠野，駐住我心，縱天塌下來心不慌，聖靈內住我心高歌。我願途有主，劃破深海，止息狂風駭浪，你的愛叫我勇敢踏前。靠你堅壯，昂然橫越曠野幽谷，不屈源於盼望。你的愛是我危難內唯一的真光。你話語如雲柱火柱，導航着若你平原，世事變，但神你不變，神的帳幕住在人間。你話語如雲柱火柱，導航着若你平原，世事變，但神你不變，神的帳幕住在人間。沿途有主，劃破深海，止息狂風駭浪。你的愛叫我勇敢踏前，靠你堅壯，昂然橫越曠野幽谷，不屈源於盼望。你的愛是我危難內唯一的真光。你的愛叫我勇敢踏前，靠你堅壯。正道經文出自喺彼得前書1章3節20至25節，2章1至5節。請聽我讀出。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知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你們也因着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着神活潑常存的道。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惡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就要愛慕那純正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丟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經文讀畢。今日係復活節嘅主日崇拜，我哋好感恩、好感謝我哋主為我哋復活。今日由我哋本會嘅黃英明先生為我哋嘅證道，題目為活的盼望、活的成長。經文已經剛才讀出啦，就係正話嘅彼得前書1章3節20至25節，2章1至5節。恭敬有請黃先生。好，弟兄姊妹早晨啊！好開心咧喺復活節裏邊同大家去分享神嘅信息。OK， 好，咁咧頭先咧我喺台下邊一路望住呢個十字架嘅時候咧，心裏邊咧有一種好特別嘅感觸，因為咧尋日即係25年前嘅尋日就係我咧認識耶穌嘅日子。咁我好記得自己認識耶穌係邊一日，咁所以咧頭先一路望住呢個十字架，由早幾日係十字架加一塊黑色嘅布，到今日咧變咗一塊紅色嘅布咧，就話俾我自己知啦。感謝神，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並且我都思想下我自己嘅生命咧，亦都一同復活，所以咧好感謝神。所以咧喺我哋基督教裏邊如果我哋話十字架咧就係我哋基督教嘅 icon 咧，我諗冇人會反對。十字架咧喺2000幾年前，其實本身就代表住羞恥、羞辱、咒詛同刑罰嘅標記。但係咧經過咗耶穌基督嘅洗禮之後咧，十字架咧今日成為咗我哋平安嘅記號。所以耶穌基督為你為我咧死喺十字架上邊嗰個畫面我諗我哋都唔會陌生。不過今日咧係復活節耶穌基督嘅復活對於你嚟講，你又諗起啲咩嘅畫面呢？咁我諗咧，我哋對復活呢件事情咧，相對上係比較陌生嘅因為我哋應該都冇人見過有人喺你面前復活啦，係咪？所以咧，我哋會比較陌生啲。可能我哋比較耳熟能詳嘅畫面呢，可能就係白雪公主食完個毒蘋果之後，跟住呢王子錫佢一啖，哇！佢復活咗。又或者係龍珠唔知大家係咪有冇睇過卡通集齊7粒之後呢，神龍就叫人復活。即係講緊咩呢？其實就係講緊復活呢件事情呢，
喺我哋人嚟講唔係咁真實，所以咪喺卡通片裏邊出現咯。不過聖經裏邊保羅就咁樣講，佢話如果基督冇復活嘅話，我哋所信我哋所傳嘅都係枉然，甚至乎我哋仍然喺罪嘅裏邊。嗱，即係講緊呢，如果基督冇復活過啊，今日我哋呢一班人坐喺呢度，就係一班無聊嘅人做緊一啲無聊嘅嘢，並且根本就冇罪得赦免。整個我哋講緊嘅救恩都係空談。所以呢段經文當時正正就係呢，有哥林多教會嘅人唔相信耶穌基督復活呢件事情啊，所以保羅好重要地話俾佢哋知，耶穌基督真真實實地復活。保羅就係要為呢件事做見證，話俾佢哋知道喺整個救恩計劃，耶穌基督嘅復活呢係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標記。所以呢，喺我哋認信嘅使徒信經裏邊啊，都已經話俾我哋知道，我哋唔單止淨係信耶穌基督釘上十字架，愛我哋，為我哋死，並且我哋係相信佢死後3日復活，並且到主再返嚟嘅時候呢，我哋都一同復活，並且會得着嗰一個永生。所以弟兄姊妹，今日我想透過呢彼得前書嘅經文呢，一齊去睇下彼得係點樣睇耶穌基督嘅復活，佢點樣喺裏邊得着嗰個活嘅盼望，同埋喺裏邊我哋應該點樣去成長。我哋一齊祈禱啊！親愛主耶穌，我哋感謝你，你復活嘅大能已經改變咗呢個世界，亦都拯救咗我哋。願意你嘅聖靈與我哋同在，俾我哋明白你自己復活大能嘅真實。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阿門。好，喺呢睇彼得前書之前呢，想同大家睇下一堆嘅經文啊。不過唔使驚啊，好多字，不過你留意復活嗰個字得㗎啦。嗱，我哋睇下《使徒行傳》呢對彼得有啲咩描述啊？嗱，首先呢，第1章裏邊啊，彼得呢當時佢哋一班門徒就要揾一個人去替補翻猶大嘅位置，做咩呢？就係要為耶穌基督嘅復活做見證。然後去到第2章啊，彼得第一次出嚟講道啊，公開去講道，佢都係講緊耶穌基督已經復活咗啦。我哋就係要為呢件事情做見證。而去到第3章，彼得喺呢個嘅聖殿門口醫好咗一個瘸腿嘅人嘅時候，啲人就話啦：你憑乜嘢去醫呢個人啊？佢亦都係咁樣講。佢就係憑呢個耶穌基督復活嘅大能，佢就係要為呢件事做見證。然後去到第4章，當時呢一班宗教領袖好不滿啊，呢班嘅門徒彼得喺度講復活嘅信息，但係呢，彼得同門徒無懼啊，仍然喺度宣講耶穌基督嘅復活嘅信息。然後去到呢真係被捉拿嘅時候啦，第5章啊，當時彼得同門徒已經被捉住咗啦。跟住嗰班嘅宗教領袖話：我唔係話唔俾你哋再講耶穌基督嘅復活啦咩？跟住彼得就話啦：信從神不信從人係應當嘅。佢繼續宣講基督復活嘅信息。去到第10章，彼得向外邦人傳福音嘅時候，佢仍然係宣講緊死後第3日復活嘅耶穌基督。弟兄姊妹，我哋咧從呢啲嘅經文裏邊嚟，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咧，彼得係有幾咁看重耶穌基督嘅復活，佢不斷咁為基督復活呢件事情做見證，甚至乎我哋就係見到耶穌基督嘅復活咧喺佢心裏邊啊，成為咗嗰個佢傳福音同面對困難挑戰嗰個極大嘅力量。所以咧，當我哋睇完呢啲經文嘅時候，我哋再讀下彼得前書呢，我哋別有一番嘅味道。呢度呢，有首先我哋睇下第3節同埋咧第20
21節嗰度講啊，佢話上帝曾照自己嘅大憐憫，藉住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咗我哋，使我哋有活嘅盼望。我想大家留意下兩個字啫，藉著喺第3節同21節嗰度呢出現過。弟兄姊妹，彼得話俾我哋知道，今日呢，我同你能夠被重生呢，係藉住啲乜嘢啊？就係藉住耶穌基督嘅復活，就係咁樣令我哋呢本身死喺罪裏邊嘅生命呢，本來冇盼望嘅生命，都能夠得着活嘅盼望，就好似彼得一樣。然後去到第二個嘅藉著，我哋睇下第20同21節。彼得喺20同21節嗰度呢，講咗兩個好重要嘅信息啊。第一個信息就係佢話上帝救恩嘅計劃其實一早已經預備咗耶穌基督出現啦，並且為我哋受死復活，整個救贖嘅工作上帝一早已經預備好啦。跟住呢，彼得就話啦：你們藉着他相信那位使他從死人中復活，又賜給他榮耀的神，好讓你們嘅信心同埋盼望都在於神。呢度彼得再一次好清晰話俾一班跟隨耶穌嘅人知道，我哋就係咁樣藉住基督嘅復活去相信呢一位呢天上邊嘅父神，以致我哋能夠得着嗰個永生嘅盼望。弟兄姊妹，右手邊呢幅圖就係其實彼得嘅神學咯。佢就係咁樣，佢自己都係咁樣藉住基督嘅復活，並且被重生，然後信靠神。所以我哋喺《使徒行傳》裏邊見到嗰個嘅彼得呢，哇！佢就係充滿住呢份復活嘅大能，充滿住呢份活嘅盼望。喺佢傳福音嘅路上充滿使命，面對逼迫嘅時候呢，佢唔係死喺困難裏邊，而係佢帶住嗰份活嘅盼望呢，去宣講基督復活嘅福音。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話彼得嘅生命就係見證緊呢活嘅盼望，今日我哋嘅屬靈生命又係咪咁樣見證緊呢位嘅基督呢？活嘅盼望，活就係一種有生命力，嗰個盼望就係我哋望住主耶穌將會再返嚟，我哋會得着嗰份永恆嘅基業嘅盼望。今日我哋有冇呢份活嘅盼望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呢？然之後再落嘅時候，去到第22節，我哋就進入呢，彼得就開始講咯。佢話呢，當我哋有咗呢個重生，有咗呢個活嘅盼望之後呢，我哋應該其實係要繼續成長喎。跟住弟兄姊妹去到1章22節，彼得呢好似好突然之間就講要彼此相愛呢個題目。但係其實呢，彼得唔係突然間轉話題嘅。如果我哋睇第22節第21節就係講緊你們藉着他跟住去到呢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嗰度啦。頭先解釋咗啦。而第22節其實佢係講翻上邊嘅嘢嘅，回應翻上邊嘅嘢。佢話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嘅心，跟住以致能夠真誠咁樣同弟兄相親相愛，就應當從純潔的心裏邊彼此切實相愛。其實呢度彼得就係講緊呢，你哋已經順從咗、相信咗基督復活呢件事啦，所以生命已經得到重生。而呢個重生嘅生命呢，就係已經一個被潔淨咗嘅心靈啊！佢呢度嘅意思其實就係講緊呢樣嘢。所以彼得其實就喺度講緊，當我哋重生咗嘅生命，我哋有咗一份活嘅盼望嘅生命嘅時候，我哋係要點樣呈現出嚟啊？所以彼得咧喺度同收信人講咗一個嘅命令。呢個命令呢，佢就係話，當我哋重生咗有活嘅盼望之後，心靈被潔淨咗之後，就應當從純潔嘅心裏邊彼此相愛。
弟兄姊妹，聽到彼此相愛呢4個字呢，大家應該都唔會陌生啦。返得教會耐，我諗呢都聽過無數次。可能你都會話：我知啦呢啲嘢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咩啊？耶穌基督嘅命令咯。大家記唔記得約翰福音13章？耶穌就係同門徒講啊，佢話：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就係叫你哋要彼此相愛。彼此相愛，聽咗幾廿年，唔係新嘢啦。但係弟兄姊妹，彼得呢度嘅命令呢，唔係淨係講緊彼此相愛，係講緊彼此切實嘅相愛。即係講緊呢，大家呢種彼此相愛呢，係要主動嘅、熱切嘅、唔愛唔得嘅心情呢，嚟到去相愛喎，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教會裏邊嗰種嘅彼此相愛係咪咁主動？係咪咁熱切？係咪咁迫切嘅呢？不過呢，咁樣嘅相愛呢，其實真係唔容易嘅。講就容易，做係好難嘅。因為呢度講緊嘅係彼此啊，係要互相嘅，有互動嘅。有時呢，可能呢，你去愛人哋呢，反而好地地嘅。但係呢，如果有人呢，好主動咁向你表達愛呢，你會頂唔順嘅。有冇試過啊？譬如嗱，好簡單咁講啦，我哋崇拜之後呢，大家咪有個環節彼此祝福問安嘅，係嘛？咁其實嗱，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彼此表達愛嘅行動啫嘛，有幾難啫？嗱，但係呢，好多人都招架唔住喎，話俾你知啊。不過老實講，我啱啱嚟禮浸嘅時候都有啲招架唔住嘅啊。有時呢，喺大門口啊，即係出邊呢，同大家打招呼呢，其實都未必做到彼此打招呼啊。有陣時可能唔知啦，可能有陣時大家弟兄姊妹太匆忙啦，或者心情唔好啦，或者唔知咩原因，唔係咁容易嘅。總言之，彼此相愛，彼此打個招呼都唔係咁容易啦，係咪？咁點解我哋會咁嘅呢？彼得唔係話耶穌基督嘅復活已經重生咗我哋，潔淨咗我哋嘅心靈，我哋就有能力去相愛啦咩？唔係咁嘅咩？我哋呢再睇下彼得呢，其實除咗叫大家彼此切實相愛之外呢，其實喺呢段嘅經文裏邊呢，講咗2個心嘅。話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係第一個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第2個心，呢度有2個心係唔同嘅。第一個心呢，即係綠色嗰個心呢，其實喺原文裏邊係可以解做靈魂啦，都可以解做心。不過佢翻譯咗個心字。而第2個心呢，就真係似我哋今日成日講緊嗰個我哋嘅心思意念嗰個嘅心。2個心呢，喺原文裏邊其實係唔同字嚟嘅。其實呢度彼得就係講緊一個呢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嗱，呢度第一個心呢，頭先我解釋咗啦。呢個心就係基督嘅復活已經重生咗我哋，潔淨咗我哋心靈嗰個嘅心。即係話呢，其實我哋嘅心靈已經潔淨咗噶啦，我哋已經有咁嘅能力真誠去愛人噶啦。所以彼得就提醒我哋要用翻呢一個重生咗、潔淨咗嘅生命去愛人啊。但係點解彼得要講第2個心呢？點解彼得要講第2個心，而呢個心又唔同咗前面嗰個心呢？喺原文上邊，因為呢，神好好嘅，神俾我哋有自由意志嘅，我哋仍然可以選擇我哋嘅心思意念呢，係用一個咩嘅心呢去到愛人嘅。所以其實神已經俾咗呢一個重生潔淨咗嘅生命，我哋去愛人，但係我哋用唔用呢一個嘅能力呢？就係我哋裏邊心思意念嘅選擇。所以呢度有2個心我去講緊。講到呢度，可能大家會明多啲點解有2個心。我哋好多時都好有性格噶嘛，係咪？人生有好多經驗噶嘛，好多時都用翻自己嘅性格同經驗去生活噶嘛。嗰種重生被潔淨咗嘅靈魂，我哋好多時都擺埋咗一邊啊。
所以咧喺彼此相愛方面呢，我哋仍然都係按自己嘅喜好、按自己嘅性格、自己嘅觀點，而唔係咧真係藉住基督嘅復活，我哋用翻嗰個重生咗、被上帝已經潔淨咗個嘅心靈咧嚟到去愛人嘅。咁咧我都信咗主20幾年啊，即係都返教會都返過幾間，咁啊接觸過唔少嘅基督徒啊。咁我自己咧都不斷咧喺嗰兩個心嗰度遊走嘅時候咧，咁我就諗咗啊，我都見到咧，即係好多時啊喺彼此切實相愛裏邊咧，有一種常見嘅異變，咁我就略略舉咗啲出嚟。有陣時我哋返教會咧，可能都期望得到愛嘅啫啊。咁呢度得唔到愛，我就揾過另一間教會啦，係咪？咁有陣時咧，我哋就會咁樣講啊，喂，大家都唔愛我嘅，返到嚟覺得仲話係信耶穌喎咁。有陣時咧，我哋付出愛咧，可能唔係為咗人哋㗎，其實有陣時係我哋為咗我哋自己嘅自我實現嚇，即係叫刷存在感啦咁樣嚇。有陣時我哋嗰種愛咧係唔理會對方嘅感受喎，砰砰咁樣去嘅。有陣時我哋就會咁樣講，你唔使愛我㗎啦。誒，唔使咁客氣啊！其實潛台詞係咩啊？我都唔想愛你啊！你唔好愛我，我都唔想愛你。或者咧，可能有陣時我哋就會淨係揾一啲同 level 嘅人咧建立關係。個潛台詞就係咩啊？自命清高咯。然後我哋有陣時就會咁樣講嘅喎，我嘅性格係咁啫，我唔識表達愛啊嘛。咁個潛台詞就係講緊咩啊？上帝做我係咁噶，上帝冇重生過，唔好意思啊。有陣時有啲人去到一啲大啲嘅教會啊，類似呢度嘅 size 啦，可能就係話我淨係想翻嚟 hea 下㗎咋，彼此相愛呢啲，喂，唔好搞我啦咁樣嚇，俾錢相愛就得㗎啦，我俾錢就 OK 㗎啦咁樣啊。跟住有啲人會諗我愛佢呢個羣體，我愛佢呢班人，我要愛佢。冇回報嘅喎，愛要計算下結果㗎嘛。或者可能依家你聽到英倫講呢啲嘢嘅時候，你個心就諗，講呢啲，你估我係耶穌咩？極端啲啊，最後嗰個啊，咁大家都知我以前係服侍好多過來人嘅群體啊。我愛佢，咁搞錯啊！我唔係信咗耶穌，我開佢波㗎啦。粗俗咗少少啊，不過我都係引述翻我聽過嘅嘢嘅啫嚇。弟兄姊妹，除咗以上呢啲嘅想法之外呢，或者可能我哋都留意下我哋有幾耐未試過身邊有人因為你而去認識耶穌呢？可能其實都證明緊呢，我哋有幾耐冇試過用嗰個重生咗、被潔淨咗、有活嘅盼望嘅生命嚟到去生活同埋去愛人。弟兄姊妹，希望大家都記住啦嚇，基督嘅復活啊，今日係復活節，基督復活咗，佢已經重生咗我哋嘅靈魂、心靈已經被潔淨，我哋係有能力去愛人嗰班人嚟嘅。不過呢，的確我哋都好軟弱，我都係，所以我哋咪更加需要彼此咯，需要禱告咯。需要主繼續俾力量我哋勝過我哋自己好多時嗰個咁軟弱嘅選擇咯。弟兄姊妹，願意我哋都係咁樣彼此相愛，靠住主我哋能夠剛強，成為翻嗰個彼此能夠切實相愛到，我哋用翻我哋頭先第一個心，用翻神已經潔淨咗我哋嗰個心，一同喺度去彼此相愛。然後去到第23、24、25節，彼得繼續講緊重生。呢度我快少少飛過啊。主要呢，佢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個重生，佢用緊一個種子嚟到比喻啊。種子係要成長啊嘛。呢個成長呢度就係講緊佢唔係由於會朽壞嘅種子，係由於一個不會朽壞嘅種子。即係講緊呢個成長係靠賴咩啊？靠賴神永活常存嘅道。23、24、25節我唔多解釋住啊。不過其實佢就係帶緊落去呢，
2章第1節，呢度用緊種子嚟到去比喻嗰個成長，然後去到第2章第1節，佢就用一個嬰孩嚟到去比喻我哋屬靈生命嘅成長。去到第2章，我哋從一開頭，所以呢個字就睇到啦，係咪？佢仍然其實係回應緊頭先第1章尾講緊成長嗰個嘅話題。去到2章1節，延續翻1章嘅尾嗰度，彼得就係繼續叫緊收信人呢，要藉住基督嘅復活得到重生，然後就要喺彼此切實相愛上邊繼續去成長。咁點樣成長呢？彼得呢度就講啦，點樣成長啊？彼得就話啦，喺第1同第2節嗰度用咗一個命令啊。彼得用咗一個命令講咗2件事。第一就係要除去一切嘅惡毒、一切嘅詭詐、假善、嫉妒同埋一切嘅毀壞。第二個就係我哋要愛慕純正嘅靈奶，好似初生嘅 BB 仔愛慕奶一樣，好使你們藉着他成長以致得救。弟兄姊妹，彼得喺度就係用緊一個呢啱啱出世嘅 BB 嚟比喻我哋嗰個屬靈嘅生命。除去同愛慕係好重要。我個女啱啱出世嘅時候得4磅幾，唔足磅啦嚇，即係大家如果生個小朋友知啊。咁我要做咩啊？要留院啦，係咪？然後呢，咁佢唔單止唔足磅喎，跟住有黃疸喎。咁有黃疸啊點啊？要去除啲黃疸啦。咁啊要喺個帶住副超，然後喺個箱入邊照燈跟住呢。目的就係希望除去佢嗰啲黃疸，然後等佢能夠有翻胃口食嘢，吸收翻營養。弟兄姊妹，除去同埋愛慕，其實就係咁樣，好重要。我哋嘅屬靈生命都係咁樣。我哋要除去翻一啲呢影響住我哋生命成長嘅東西，而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嗰啲裏邊要除去嘅嘢就係針對緊呢彼得講緊嘅彼此切實相愛嘅東西。佢用一個啱啱出世嘅 BB 渴慕奶嚟到去比喻，其實就係講緊 BB 如果唔能夠咁樣飲奶呢，就死路一條。即係講緊如果我哋嘅靈命啊，我哋唔係咁樣除去同埋愛慕呢，我哋嘅靈命都係死路一條。佢呢度講緊嘅靈奶就係講緊上帝永活常存嘅道，純正嘅靈奶。純正其實正正就係叫我哋要除去嗰個詭詐嘅相反詞。純正就係詭詐嘅相反詞。弟兄姊妹，當我哋咁樣願意愛慕呢個靈奶嘅時候，佢話叫我哋因此漸長以致得救啊！即係講緊，如果我哋咁樣去除去、咁樣去愛慕嘅時候，將來我哋漸漸長大，並且會得着一個完全嘅救恩。咁當然啦嚇，你話我好橫梗啊，我性格係咁啊，咁你都唔會即刻死嘅，放心啊，你都唔會即刻死嘅嚇。不過呢，你嘅靈命呢，將會走入死亡啊！你嘅人生，你基督徒嘅人生就好似一個行屍走肉咁樣。咁跟住我哋呢，就睇下咯喎啊！彼得呢，佢話要除去嗰啲嘢啊，佢話要除去一切嘅惡毒、一切嘅詭詐。嗱，呢兩樣嘢呢，其實都係一個心態上嘅東西。然後呢，就係假善、嫉妒同埋一切毀謗嘅説話。嗱，呢幾樣呢，其實就係惡毒同詭詐嘅心態引申出嚟嘅行為嚟嘅。嗱，咁大家留意啦，假善呢，其實就係1章22節嗰個真誠相愛嘅敵人嚟嘅。即係如果我哋繼續假善呢，我哋喺彼此能夠真誠相愛、切實相愛嗰度呢，我哋係做唔到嘅。嗱，假善、虛偽我諗大家即係一聽就知係咩嚟啦嚇。或者呢，有句説話呢，我覺得呢形容呢個虛偽形容得好好就係叫咩啊？笑騎騎。下一句係咩啊？
大家都識喎。不過大家識呢句嘢好啦，就唔好做喎。OK， 嗱，不過呢，假善呢一個位呢，我有一個再深層次啲嘅思考，即係有陣時呢，我哋好難拿捏咩叫虛偽，咩叫假善。我記得我以前返教會嘅時候呢，我老婆就話我話喂，做乜人哋同你打招呼你唔睬人啊咁跟住呢，我就覺得好無辜啊。其實我咪應咗佢咯不過我應佢嗰個樣就係咁嘅。其實我應咗啊，我覺得我好無辜啊，你知唔知啊？跟住我心諗，喂，咁我個樣係咁噶嘛，我 style 嚟噶嘛，型噶嘛，我要唔通我好假咁對住，hello 你好啊，即係唔通咁咩？係咪咁啊？咁但係呢，當我其實自己靜落嚟，我諗下係咪笑下咁艱難嘅呢？唔通神俾咗我呢個復活嘅生命我帶住呢個活嘅盼望嘅生命，用一個笑容嚟到彰顯都唔得咩？跟住呢，今日大家見到嘅英倫呢，悔改咗啦已經所以你好少見到我會咁樣同你打招呼啊！我有陣時望到大家都忍唔住笑啦，因為已經。所以弟兄姊妹有陣時我哋都以為我哋嘅性格係咁，我夾硬做出嚟咪虛偽咯咁，唔係啊！記唔記得嗰兩個心啊？嗰兩個心提醒我哋上帝重生咗我哋噶啦，我哋係有活嘅盼望，我哋有咁嘅能力嚟到去愛人，嚟到去彰顯我哋活嘅盼望嘅生命嘅。所以呢，我哋要諗下，唔通上帝重生咗我哋之後，我哋仲係會木口木面？唔通上帝嘅喜樂係會令我哋冇笑容嘅？唔通上帝嘅平安係會令我哋生出一份冷漠嘅氣場？如果係咁嘅話呢，我諗好多新朋友嚟完之後，下次都唔會嚟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千祈唔好成為笑騎騎放毒蛇嘅人。而另一方面呢，我哋亦都要真誠咁將基督已經重生咗我哋嗰個嘅生命呢，彰顯翻出嚟。不過可能嚟到呢一刻，你就會諗啦。喂，咁唔通我真係近排有啲心事好唔開心，我都要同你笑咩咁？弟兄姊妹，千祈唔係咁。如果你真係唔開心，你就表達唔開心咯。頭先我講咩啊？我哋嘅相愛係彼此啊！你唔開心，你咪表達唔開心，容讓身邊嘅弟兄姊妹可以過嚟關心你咯。不過俾人關心其實都要學習嘅，唔係咁容易。願意我哋都一齊學習，我哋就能夠彼此切實相愛。然後呢，去到第三節啦，彼得就話啦，因為你們已經嘗過主恩嘅滋味。如果我哋睇翻和合本，其實佢就係講緊你們若嘗過主恩嘅滋味，就必如此。其實就係好似上邊第一節同第二節嘅一個總結啊！上邊第一、第二節佢話你哋要除去呢啲咁嘅嘢，然後第二節佢話要愛慕純正嘅靈奶，然後第三節佢就話因為你們已經嘗過主恩嘅滋味。如果將呢段經文呢重新排一排序，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啫。彼得就係講緊你哋嘗過主恩嘅滋味，就應該要去除去呢啲唔好嘅嘢，愛慕主嘅靈奶，要成長，以致主耶穌基督再返嚟嘅時候，我哋一同進入嗰個完全嘅得救當中。其實就係咁啊！弟兄姊妹，我哋有冇嘗過主恩嘅滋味啊？你問下自己，主恩嘅滋味喺你生命嘅當中係點㗎？上次浸禮呢，就聽咗好多個新蒲講出主恩嘅滋味。哇！主恩嘅滋味非常之美好。頭先我喺台下邊望住個十字架，唱第一首詩歌，我就開始想喊。因為我喺度回味緊25年前嗰一日，我進入戒毒村，有機會認識耶穌，令我嘅生命重新改變嗰個嘅滋味。弟兄姊妹，
你今日嘅滋味，上帝喺你生命裏邊俾你嗰個主恩嘅滋味係點咧？彼得話有咁主恩嘅滋味嘅時候，你就應該係要咁樣做，喺彼此切實相愛嘅裏邊去實行出嚟，去活現基督出嚟，去活出盼望出嚟。然後去到尾聲去到尾聲呢，第4節，點解彼得又突然間用咗煮奶活石嚟到做一個比喻呢？呢度呢，其實係有啲即係比較學術上啲嘅形容詞啊，其實一啲修辭嘅手法啦，即係可以咁樣講啊。佢呢，因為當時呢，其實喺舊約以賽亞書同詩篇裏邊呢，都曾經對石頭啊有一啲咁樣嘅描述。所以當時猶太人嘅傳統呢，就會覺得咁樣去描述呢個石頭，其實就係一個彌賽亞出現嘅比喻嚟嘅。咁第二個點解佢咁樣寫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希伯來文嗰個嘅嬰孩嗰個字呢，同石頭嗰個字係好相似嘅。所以呢，佢用咗一種咁嘅寫法嚟到去切入用活石呢個主題。呢兩節經文我又係都唔詳細解釋啦，因為時間嘅關係。但係呢，一個重要就係佢呢度其實就係講緊主就係嗰嚿活石，主就係嗰嚿好重要喺嗰個建築物上邊嗰嚿嘅房角石。而我哋呢，就好似主咁樣好似我哋唔係主，記住，好似主嗰嚿石頭咁樣，我哋呢，就會一嚿一嚿呢，喺主嗰嚿大活石嘅基礎下邊，我哋一路建立上去，以致我哋一齊成為一個屬靈嘅宮殿，並且呈獻俾神。即係其實講緊咩啊？簡單啲講，就好似我哋有陣時用一個比喻啦，我哋每一個信徒都好似一塊拼圖咁啊。當我哋拼埋一齊，就係一幅美麗嘅圖畫。其實呢度就係講緊彼得係提醒緊整個嘅群體啊。由頭先彼得叫大家要彼此切實相愛，到現在我哋好似主嘅活石咁樣，要成為一個屬靈嘅宮殿，獻呈俾神。其實都係講緊群體，講緊我哋呢一班信徒。咁點解當時彼得要叫大家彼此切實相愛啊？記唔記得有冇人上過彼得前後書嘅主日學啊？應該都唔記得咗啦嚇，成年幾前啦係咪？因為呢，當時其實嗰一班嘅收信人呢，喺社會嘅當中面對住好大嘅困難、逼迫、挑戰，所以彼得就話俾佢哋知道，當你哋咁樣彼此切實相愛嘅時候，你哋就能夠成為一個滿有基督能力、滿有基督愛嘅群體，去面對外面為大家帶嚟嘅挑戰。呢一個活石嘅比喻亦都係一樣。佢話我哋就好似活石咁，我哋咁樣被建造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喺嗰個好堅固嘅房角石裏邊建立成為一個好堅固嘅屬靈宮殿，面對好多嘅挑戰。弟兄姊妹，我哋勵浸群體想唔想都成為一個彼此切實相愛，能夠滿有力量面對挑戰嘅群體呢？想唔想呢？我哋去到最後即係呢個都係我嘅講道嘅 style 啦。俾啲問題大家，今日你知道咗自己已經被重生並且得着活嘅盼望未呢？我哋有冇活出呢一份活嘅盼望呢？有冇為基督復活做見證呢？有冇喺彼此切實相愛上邊除去嗰啲唔好嘅東西，愛慕神俾我哋嘅靈奶，以致進入去一個活嘅成長嘅當中呢？弟兄姊妹，我哋勵浸群體想唔想成為一個滿有活嘅盼望，彼此切實相愛嘅屬靈群體呢？我哋一齊祈禱。主耶穌，我哋多謝你，係啊，我哋讚美你，
你復活嘅大能改變我哋嘅生命，重生我哋，潔淨咗我哋嘅心靈，以致我哋有力量彼此相愛。主啊，但係我哋卻係軟弱，願意我哋繼續喺軟弱嘅裏邊高舉你自己恩典嘅剛強，俾我哋捉緊呢一份復活帶嚟嘅盼望，俾我哋喺呢個復活嘅大能裏邊，我哋一同成長。我哋整個勵浸群體，我哋面對將來嘅挑戰，都能夠滿有基督嘅愛，滿有基督嘅力量，一同去前行。主啊，願意你幫助我哋，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阿門。係呢份復活嘅盼望，係上帝去改變咗我哋。我哋願唔願意咧去踏出一步？係啊，我哋活出愛，去同身邊弟兄姊妹表達愛。我哋同唱呢首詩歌，是為了我罪。然之後咧，我哋同心去守主餐。復活盼望，罪人感得新生，信他的應許，我承受永生。復活盼望，罪人變改新生，並賜我聖靈，他一世護蔭。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裏，願一生跟他一世都一。弟兄姊妹，每個月嘅第一個主日，我哋都返到嚟主餐台嘅前邊。適逢呢今年嘅4月，亦都係復活節嘅主日，更加呢令到我哋有一個深層嘅意義。我哋星期五晚上受苦節崇拜就已經擺咗十字架上去台上邊，當晚呢嘅係鋪咗一塊黑布，今日我哋就換咗一塊嘅紅布。頭先呢英倫傳道講咗好多次，佢望住個十字架，佢好有感觸。我一息間呢，就要邀請大家呢去安靜嘅時候呢，你都可以同平時耷低頭有啲唔同。你可以望住呢一個紅色嘅十架，換上咗紅色，其實係代表咗耶穌嘅寶血。耶穌嘅寶血喺十字架上面流出，就係為咗咧承載我哋各人嘅罪，讓我哋得到呢份復活嘅盼望。所以咧，我哋一同去守主餐，除咗係我哋每個月嘅一個禮儀，更加盼望都成為我哋心裏邊一份激勵。重新去令我哋記翻起我哋復活嘅主係點樣，幾時進入我哋嘅生命裏邊召喚我哋回家，而我哋有一天終於肯回應佢嘅恩典，我哋翻到佢嘅家裏邊，我哋一同咧去誦讀一段嘅經文，我哋彼此提醒。哥林多前書11章23到29節。下一章唔該。23節我哋一齊讀啊，好嘛？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
26節，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所以無論何人以不合理的態度吃主的餅、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應當自己的察，然後吃這餅、喝這杯，因為人吃喝亦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吃喝自己的審判了。咁呢，咩係合理嘅態度呢？就係我哋呢一陣間去領主餐嘅時候呢，我哋呢都要做一啲嘅紀念啦。我哋望住十架、仰望十架嘅時候，諗翻起主耶穌為我哋流出寶血、犧牲，去擘開身體。我哋今日呢先至可以能夠成為主裏邊嘅神嘅兒女，我哋能夠成為一家人，亦都呢俾我哋可以省察我哋嘅罪咯。剛才唱嘅詩歌，再一次話俾我哋聽，我哋今日能夠喺我哋嘅罪裏邊得釋放，完全係因為主耶穌佢喺十字架上面嘅救贖。我哋都再一次咧將自己嘅罪咧去獻呈，去俾神咧去潔淨我哋。我哋成日都犯罪，然之後咧又求赦罪，然後又再犯罪。但係我相信咧呢個都係主耶穌俾我哋一生裏邊一個好大嘅福氣，因為其實對於舊約啦，對於一啲亦未認識主嘅人嚟講，我哋有一個咧坦然無懼嘅道路，可以能夠喺主嘅面前認罪。紀念亦都係讓我哋重新立約，俾我哋知道我哋一家人其實係一個合一嘅團契。我哋彼此相愛係因為我哋連於元首基督。最後都提醒我哋都係一同等候主，所以我哋要彼此嘅互相守望。我哋呢彼此去提醒大家，主會再返嚟，所以我哋要好好嘅仰望佢。一息間呢，我就會邀請呢去16歲以上呢已經接受咗浸禮或者喺友會咧接受水禮嘅肢體咧，我哋一同嘅去領主餐嘅餅。咁咧，我首先請雙禮嚟到台前啦。呢個時候咧，邀請咧凡係接受咗浸禮或者水禮嘅肢體，你站立。咁咧，當雙禮去到你面前嘅時候，你攞咗主餐包，你就可以坐低啦。如果你咧仍然未受浸嘅，盼望你喺觀禮嘅時候都思考幾時咧係一個時間，你係願意喺眾人面前咧去宣認主耶穌係你個人嘅救主。你願意同主耶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接受浸禮。另外咧，如果你係未認識主嘅、未決志嘅，都呢個時候，當你觀禮嘅時候，亦都去再重新去諗下呢一個好實在嘅喺十字架上邊帶我哋出黑暗入光明嘅恩典。你聽咗好多，但係你幾時願意回應主嘅呼召，願意回家？當肢體咧攞到主餐包之後咧，邀請你咧去搣開第一層嘅膠紙，咁咧攞咗裏邊白色個餅出嚟，咁就可以喺座位裏邊咧安靜仰望呢一個得勝主，呢個帶住紅布嘅十架，去再反思我哋自己嘅生命。
再一次咧邀請大家同日站立。喺領餅之先咧，邀請趙振強牧師為餅謝恩。親愛主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今早我哋再次翻到殿中向你敬拜，一同去守主日、守主餐嘅時間。今天日復活主日，我哋感恩，因為昔日喺十字架上面嘅犧牲，今天復活了啦。我哋感謝主俾我哋嘅大愛，我哋能夠成為你嘅門徒，能夠可以見到你嘅救恩喺我哋身上邊。佢但係每一位上昔日喺十字架上犧牲擘開你嘅身體，流出嘅寶血，我哋感恩，因為你獻出你嘅大愛，幫助我今天在思想嘅時間，再次去我將我哋生命委上喺再次委身喺你面前。佢但願每一位祈禱奉耶穌呢個聖名，阿門。邀請大家咧拎起手上邊嘅餅。主耶穌佢話咧：呢個係我嘅身體，喺十字架上邊被擘開，為你哋捨嘅，你們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讓我哋一同紀念主耶穌犧牲嘅愛，領受主嘅餅。飯後，耶穌照樣拿起杯來。呢個時候邀請大家咧去搣埋第二層嘅膠紙，小心，因為裏邊有啲葡萄汁。咁燙開咗之後咧，就可以我哋一同嘅去領主嘅杯。喺領杯之先，邀請葉家雄執事為杯謝恩。我哋同心禱告，慈愛嘅天父，我哋永活嘅主耶穌，你本來係至尊至榮，但係你就係咁樣為到我哋嘅世人，你施行大憐憫，你竟然謙卑嘅降世為人。主啊，今天嘅早上復活嘅主日，我哋呢要去紀念，我哋要去感謝你。因為昔日你喺十字架上抹裂身體，流盡你嘅寶血，潔淨我哋世人嘅罪，以至今日我哋能夠嚟到你嘅面前，領受呢個餅呢個杯。主，我哋感謝你，你除去我哋一切嘅罪。主啊，今日復活嘅主日，讓我哋呢去紀念主你復活嘅大能。主，你個寶血叫我哋呢能夠稱義。主啊，今日我哋因着信，我哋能夠呢稱為義。我哋喺神你嘅面前能夠分別為聖。主，我哋多謝你。主啊，求你呢嘅靈繼續喺我哋嘅心裏邊，叫我哋喺呢個歪曲悖謬嘅世代，叫我哋呢能夠反映主你嗰份嘅榮光，你嗰份嘅大愛。主啊，求你使用我哋每一個。主啊，我哋將我哋自己、我哋嘅教會、我哋嘅家庭一一交上，求主你使用。我哋前面可能有構堂，有好多事工。主啊，求你與我哋同在，與我哋同行。我哋同心喺你面前嘅交託，感恩禱告，奉主名求，阿門。邀請大家拎起手上嘅杯。主耶穌佢話：呢一個杯係用我嘅血所立嘅新約。你們每逢喝嘅時候，要如此行，為嘅係紀念我。讓我哋一同懷住赦罪感恩嘅心，領受主嘅杯。讓我哋再一次呢，同心感恩禱告。喺十架上面犧牲嘅主，我哋要感謝你。你願意紆尊降貴，道成肉身嚟到我哋中間，親嘗民間疾苦，為我哋受傷，為我哋受苦，為我哋受死，繼而呢，喺十字架上邊
犧牲，第三日復活。主啊，一切你為我哋所作嘅大事，改變咗我哋嘅一生。復活嘅生命就係不再一樣嘅生命。主啊，今日當我哋呢一班蒙恩嘅罪人，我哋靠住主耶穌，我哋能夠重生，我哋能夠重新成為主嘅兒女，我哋能夠同過往俾罪嘅捆綁不再一樣嘅時候，主啊，盼望你加能賜力俾我哋，能夠活出一個與基督福音相稱嘅生命，亦都幫助我哋啦，俾我哋每一日活好我哋，過好我哋嘅每一日，俾我哋每一日都能夠呈現主耶穌基督嗰個樣式。嚟緊嘅會慶嘅崇拜，會慶之後嘅嘉年華，我哋都盼望可以對呢個社區去作見證。主啊，求你就幫助我哋啦，幫我哋能夠透過我哋嘅生命見證，透過我哋已經附上咗福袋嘅禮物，透過我哋嗰種可能我哋唔容易表達，但係求你加力俾我哋表達嗰份嘅愛心，讓基督嘅愛能夠喺我哋嘅群體裏面彰顯。求主你就一路嘅引領我哋，俾我哋為主你打美好福音嘅仗。以上感恩嘅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請坐。是為了我罪，主耶穌為咗我哋罪釘身十架。願意我哋點樣去回應我哋主呢？我哋點樣去報答我哋主呢？我哋用呢首歌去回應。在十架上被人冷眼嘲笑，汗血淌滴下，救主被釘捨棄。主在基督為人背上苦擔，係掛那木頭的應是我，是為了我罪，他捨尊貴，是為了我罪，他犧牲一切。在十架上，因主彰顯他的愛，罪債於一身，他拯救萬世。復活盼望，罪人感得新生，信他的必可承受永生。復活盼望，罪人變改新生，並賜我聖靈，他一世護佑。被罪惡枷鎖，今得釋放；被罪惡枷鎖，今可得衝破。復活盼望，是讓主居於心裏，願一生跟主，他一世都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歡迎大家咧到嚟同我哋一齊咧係復活節崇拜。咁咧唔知道當中我哋有冇新朋友？如果有咧，請你咧起一起立，讓我哋咧去認識。係有冇啊？有呢度係啊，你好，你好。
係啦，咁咧阿黃姊妹係啦，咁歡迎你。係咁樣咧，我哋咧歡迎咧新嚟嘅朋友啦，或者舊朋友啦，都一齊咧上去上一層嘅我哋嘅早茶加油站，彼此嘅交誼，彼此嘅傾偈，甚至祈禱。咁咧喺同一個地方咧，我哋咧兩堂崇拜之前半小時咧，都有一個咧會前嘅祈禱會，為到教會啦，為到即係購堂啦，為到唔同嘅教會嘅事去禱告嘅。係，但係咧係8:30同埋咧係11:3嘅，係啦。第三項係啦，第三項講咗，第四項咧就係會務嘅簡訊啦，3月份可以咧喺度嗰個嘅報告板度或者下載去了解嘅。第5項。係啦，為咗咧，即係神好眷顧我哋啦。咁咧，今年咧4月就係4月份咧，就係我哋咧19歲生日啊！我哋嘅會慶月啊，咁咧就係會慶月裏邊咧，可以咧有一個會慶感恩嘅奉獻。咁咧成個4月份嘅，咁啊請註明係嗰個奉獻封度。咁第6項。係啦，咁第6項就係主日學，今日咧就開始啦。咁咧上次都報告咗啦，係有唯獨有2班咧唔係今個主日開始嘅，就係咧初信栽培啦，同埋咧作鹽作光班，係啦。可以請留意個日期。咁咧第7項就係咧下個主日咧，終於咧嚟到啦！我哋咧個會慶嘅大日子就係下個主日。咁咧留意啦，咁咧得一堂嘅感恩嘅聯合崇拜。咁咧下午12:30咧就喺舉行喺呢度咧就舉行嗰個幸福嘉年華。係啦，咁就請咧我哋咧每一個人如果帶1-2個即係朋友嚟咧就已經非常好啦，咁樣，咁可以派單張啦，或者咧可以同你鄰居啦分享呢樣嘢啦，咁樣咧，咁嗰日咧就會我哋咧教會就會送一啲福袋出去啦。咁福袋咧其實唔係就一個袋，係代表住我哋咧弟兄姊妹嘅祝福咧街坊一個嘅行動係啦。咁咧今日咧就最後就係收集嘅福袋嘅，注意啦。咁咧係嗰個食物嗰個獨立包裝啦，要咁咧至少咧係有6月嘅保養期啦，保質期啦。咁咧同埋咧建議咧就唔好現金啦。不過如果咧即係有現金嘅時候咧，我哋咧就會將呢啲現金咧就化成好多份嘅福袋嘅禮物咧，就照送出去嘅。咁第8項，咁咧今日咧就傳道部今日咧就下午2點半啦，至3點半，同埋4月11號即係星期六嘅3點半咧就會咧派發單張嘅。咁感動嘅弟兄姊妹咧就 join 我哋一齊咧去派，咁咧都要喺咧服務台度報名嘅。係啦，咁咧上次咧牧師都提過啦，咁咧喺買賣物業小組咧就預備咗一份咧嘅即係購堂嘅呢個意見嘅問卷㗎。咁啦，我唔知上次有冇翻咧可以舉手咧，咁啊司事可以俾你嘅嚇。咁樣咧就請咧弟兄姊妹咧4月19號嗰日咧係交回嘅。咁咧所有資料咧係保密嘅。咁咧裡面咧係你可以填或者唔填個名嘅。係啦，咁咧我都要再講一講咧。咁咧再揭開嘅時候咧，裏邊咧有一個弟兄姊妹都會好好奇咁問㗎。咩叫認貸咧？咁樣認獻咧認捐咧就明啦，或者定期為購堂奉獻都明啦。但認貸係啲乜嘢嘢咧？就係咧將你嗰筆嘅資金暫時咧去借俾教會，係免除嘅利息啦，係用一個預先大家定下嗰個日期裏面呢，唔係純粹一個借錢，而係咧表達一個心意，係將呢筆資金原先可以用嚟投資嘅，你冇投資係借俾教會啦。咁咧亦都係咧係將即係變相咧將賺取嘅放棄咗可以賺取嘅利潤同埋利息去奉獻教會嘅，即係變相咧係奉獻利息。咁如果舉手咧係冇呢一個嘅綠色呢一張嘅買賣嗰個購堂問卷嘅話咧，可以舉手。係啦，咁司事就會俾你嘅，係啦，可以舉定下，等司事可以慢慢去俾你。咁亦都可以掃二維碼去填寫嘅。
係啦，咁咧繼續舉手下，如果未有嘅話，第10咧就係咧有一個咧信仰與生態嘅，由咧趙牧師主講嘅一個嘅講座，係5月3號下晝嘅，可以咧前往咧服務台報名。係啦，咁咧第11項係啦，4月6號同埋7號咧係公眾假期啦，所有聚會咧停止，辦公室都休息嘅。咁咧我哋有一項即係唔係好開心嘅消息啦，就係咧葉伯求弟兄咧喺3月31號早上係主懷安息嘅，求主咧去安慰佢嘅家人，係嘛？我哋咧一齊嘅同心嘅禱告。親愛嘅恩主，並咧滿有復活大能嗰位嘅主啊，我哋感謝你，我哋咧要讚美你嘅大恩大德，你嘅憐憫同埋信實，我哋咧要尊主你為大，我哋咧充滿咗感恩。我哋咧今個月係慶祝咧禮浸19年嘅週年嘅生日，係一個咧唔長又亦都唔短嘅日子。好盼望咧你帶領我哋咧走出呢個教會，而係咧喺麗城甚至社區裏面咧去發光，係咧呢個光咧係嚟自主基督你嘅。我哋咧為到我哋嘅購堂，我哋嘅心意，無論我哋填寫嗰個嘅綠色嗰個問卷又好，我哋嘅心裏邊咧默默嘅去禱告又好，願咧我哋嘅心意咧係蒙你所悅納嘅。我哋為着咧係真係將你嘅愛咧係送出咧喺呢個社區裏面。求你咧察驗我哋嘅心思意念啊！我哋咧真係好似頭先咧英倫先生咁樣講咧，英倫傳道咁樣講咧，係俾你嘅光照，俾你嘅更新，俾你咧恢復。我哋呢個群體裏邊實在有好多嘅需要，長者嘅身體啦。我哋咧有受傷嘅群體啦，我哋咧身體有疾病嘅群體啦，我哋咧亦都有咧治療緊嘅群體啦。頭先咧亦都報告裏邊咧講咧有弟兄主懷安息啦，求你咧去安慰我哋在座我哋留喺世上嘅人，安慰咧佢嘅家人，求你咧滋潤我哋嘅身心靈，叫我哋裡面覺得缺乏嘅被你咧嘅愛被你填補，我哋有焦慮彷徨無助嘅，我哋咧心靈咧被你嘅滿足，我們呢都係好愛教會，我哋呢去真誠投靠你嘅時候，願我哋呢滿滿得着你嘅豐盛嘅恩典，我哋愛慕你。繼續咧為到社區社會祈禱，為到咧考 DSE 嘅學生，求主賜平安，亦都俾佢哋嘅壓力咧紓解。繼續咧為到咧宏福苑嘅災民啦，同埋其他香港咧無家者嘅人，因着咧亦都可能因着咧經濟低微嘅緣故，我哋咧其實係掙扎好多掙扎中嘅朋友，主要為到佢哋咧去求你咧去眷顧佢哋，憐憫佢哋。最後咧，我哋咧為到咧遠處嘅楊金谷之家呢個宣教士家庭去禱告，求佢哋咧每一日嘅生活裏面接觸每一個當地嘅人咧，都係接觸緊你。去見證到你嘅一個福音，主我哋多謝你咁嘅感恩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弟兄姊妹，我哋一同站立，再一次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主，同唱讚美詩，讚美一生。讚美一生萬福之源，天下生靈都當中義，天上萬軍也讚主名，同心讚美父子聖靈。仍然站立，同心領受上帝賜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時時刻刻與你哋眾人同在。又願主幫助你哋反照佢嘅榮光，活出主犧牲嘅愛，傳揚主嘅福音，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一首詩歌，我哋聽完道行道啦，OK？同10個人握手好冇？10個人，求主恩賜福你，求賜信心不致動搖，無論晴或雨，時刻保守你，使你在今天嘗盡主恩熱愛，要行出去先握到手㗎。神恩豐富供應，可以過嚟我度握手㗎。靈來輔助，心裏幻變那時刻保守你，使你在此刻嘗盡主恩大愛。願主祝福大家嚇，請坐。默禱之後可以散會。